문화예술경영학과 샤오잉치입니다. Odyssey 一词呢，是源于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的故事。Odyssey 在现代语境中也经常被用来象征一段充满挑战与成长的旅程。作为留学生，我们的求学之旅也是像奥德修斯的旅程一样，充满了艰辛。我们奥德赛正是为留学生们提供一个支持的平台，帮大家更好地融入韩国社会，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，让每一位留学生在这里找到归属感与内心的安定。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，创造更多的活动与平台，为大家的留学生活增添色彩，让这段求学之旅成为一段值得珍藏的记忆，并为各国的文化交流贡献一段力量。好，以上오데스입니다。감사합니다。